华视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，因为疫情的冲击，这慢性病药品恐惊有断链的危机。来看咱的真相急先锋。都说缺货，从来没有过，万万没想，飞机不飞啦。 像目前要这个台厂的药，现在我们前面，我现在给你的是原厂的药，我现在给你。一到药局，民众真烦恼，因为报名心血管药品煞欠费。那这个吃了以后就永远要吃。原则上来讲的话，因为你现在一定要吃，以后不能断。药剂使用其他牌子的药物来代替，耐心地解说，伊成分、剂量甲剂型拢同款，验过欠药的惊吓，因为疫情影响，已经开始咧断。 烦恼的那是三悬的患者。张小姐逐天都爱食半粒治疗甲状腺问题药物，最近嘛开始买无安。万万没想，飞机不飞啦，都说缺货，就很简单，缺货。有的倒是被问太多次了，都有点不烦。缺货，缺很久了，那就这样讲。那你跑了几家？哦，很多家，都加起来有快10来家都有。 张小姐有家族性微团甲状腺的症头，固定食这款德国药厂的药啊，想到不能记一个停杯，会嘛间接受害。它是有替代品，它会把存货都拿出来，但是不是跟这个作用完全一模一样，我就不知道。台湾差不多有2万名治疗甲状腺症头的患者，2月份就通报欠药啊，一直到4月份，危机还未解除，欠的药啊是愈来愈多。 像我除了糖尿病、双卡血路循环、精神类疾病、甲全身性循环等的药啊拢无够，要过药师讲，要有其他学名药会使代替，民众唔免伤过惊吓。学名药，也就是3同的药，也就是同成分、同剂量、同剂型的药物，这样子，然后不要就是专门认一个品牌。 全世界重要的原料药的生产地小连线沦陷，以台湾制药产业，伊的原料药的进口国来看，中国占50%，日本14%，韩国13%，印度是7%。前几大进口国拢属于疫情的重灾区。如果是国外进口的话，大部分就是为全球的销售，那这个时候就不一定，不一定就是它首先就会分配到台湾了。 教授分析讲，其实欠药的问题一直拢存在。台湾健保药价一粒比糖啊更加俗，致使真侪药厂退出市场。这摆因为疫情和欠药危机愈来愈大。其实不止台湾会出问题，其实世界各国都会出问题，只是说我们的台湾厂，大部分是制剂就是原料厂是很少，所以就会比较问题冲击就会比较大一点点。 加在食药署伫1月份就超前部署，找药厂、病院、各大社区药局来参详。注意欠药的通报系统清点库存，嘛提醒民众卖囤货，会员才有够。业者评估大概目前原料大概都有3到6个月的存量，所以供应上还 OK。那我们在药品供应资讯平台上面是有鼓励大家通报机制。 疫情影响跨国物流，全世界产业正在洗牌，关系到人命药品嘛受到影响，考验到政府的能力，提早出手，将市场的药量甲需要量顾好，才好度安定人心。